来看咱国的健保已经30档咯，今仔早起一场论坛是邀请13个国家24个卫生部长甲官员参加。咱国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忠良嘛强调讲，健保的制度需要改革，会来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哦。目前是搁无时间表。 伫即马进入超高龄社会，医疗需求增加，造成健保财务正严。卫福部长石壮良伫最近提出，将会针对鼓励、利息、租金等6项特定收入扣补偿保费，引起外界反弹，政策赶紧法庭。石壮良则指讲，健保改革正着急，无排除各种可能性，即马也无时程表。 健保的财务的问题是这个迫在眉睫，所有的这个建议我们都会纳进来考虑啊。当然最重要的还要跨部会合作啦。卫福部统计，咱国内糖尿病的患者差不多280万人，也若全台湾10万岁有子的人内面，有要甲一半是糖尿病恶化所造成。健保每年用伫咧糖尿病抑个慢性有子病相关的照护成本，就差不多有1000亿。 健保署今年用智慧医疗 AI 大数据分析，调整慢性病的照护支付制度。举糖尿病来讲，我们现在已经大概可以分成6级。那所以未来比较严重的病人，我们会在医学中心；那比较稳定的病人拿慢性处方签的，未来会转接到诊所去。那未来会以这样子来设计我们的支付制度。 咱国的健保制度已经实施30年，为了要让健保有效，建构完善的维护体系。 卫福部甲外交部做伙主办2025台湾全球健康福祉论坛，17伫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幕。2天的活动邀请13个国家、24位卫生部长等官员参加，分享交流全世界公共卫生的经验，希望会当帮助建造咱国坚韧永续的医疗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